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嗨，小朋友，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想去踏青呢？虽然防疫期间没有办法爬爬照，不过冇要紧哦。今天俺的有请每一个小朋友一起乘着高雄在地故事的翅膀游历高雄。Are you ready? Let's go! 古早时阵，石峰国小伊是种高丽菜的庄仔头，有一个庄仔头伊是种饭卵的，还有种迄个小米的。哇，学校的人数是真少啦。去都电吼，迄个都市来发展一摆吼，人就减一摆啦。咱来看这个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图你有没有看到3个那个村庄中间有个学校？有。你有没有看到插一个旗子？有。那个旗子就是学校哦。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在商量？桌上的那张图啊，你有没有看到有插个旗子？有。他们在商量学校这件事情。庄仔头的长老咧开会咧决定讲，咱来开放迄种个无人知影的温泉吼，安尼庄仔头可能那像较早迄个时阵同款，哇，天如人愿，三粒庄仔头人团安尼愈来愈多呢，来这做生意哦。你来看一下这张图，你有没有觉得他们真的发达了？有我从哪里看到他发达？你有没有看到杂货店？还有那2个字山庄，已经有人来住了，对不对？对。还有阿婆什么？阿婆粉圆。而且温泉还卖什么？温泉还卖温泉蛋。对了，果然这个地方还真的开放了这些别人不知道的温泉之后，哇，人越来越多了。在这里呢，他做了很多画家做了很多的对照。以前看起来这个庄仔头空空荡荡。对。现在呢就开始多了。你看这里还有4个字哦，叫台湾第一。还有很多游客来拍照。我确定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发达了。对。因为它有4个字。欢迎光临吗？哇，所以呢，真的是变了，一切都变了。这张图很有趣哈，那个画家也是一样做个对照哈。他说，九峰国小呢嘛同款，本来学生敢若10个，现在全校都超过60个呢。你看那个校长在讲话，以前前面那么少，后面真的没办法看所有的人了，就只好那个脚丫丫，有没有？代表60个人。当伊是今年1年的学生，是迄个青野村的囡仔，老师请阿当来自我介绍，不过阿当唔知影是要安怎讲，突然间他大忌啦。大家好，我。不会讲话，不要恭维了，走起来！哇，你看下面的人，下面这样嘲笑他，还有传纸条，哇，笑成那个样子，还有玩竹蜻蜓，哇，大家看囡仔拢安尼甲伊笑啦等几条啦，大家拢笑讲，哎呦，这拢无要互阿当好面相看啦。这张图你看到心情吗？阿东呢，他很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伊叮当的脚步回去厝内面。阿东伊有一寡朋友，你敢有看到？猪啊、狗啊、高山啊，还有鸟鼠。上趣味的是，还有2粒高丽菜。有一只猫啊，你有看到无？什么颜色的？伊拢爱插阿东。白色的。你看到啊？你规阿东的表情，伊的镜头，你会感觉讲，伊今仔日的心情
足沉重，心情无好。阿东伊单甲阿母揽的，伊就开始哭讲，东哥都该笑啦。你看到他的朋友也看到他的难过。窗外你看到谁？猴子跟狗。你有没有看到地上除了猪还有谁？高丽菜。看到高丽菜朋友，他们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帮助阿东啊。阿母就甲阿东啊讲：“我的乖东诶，其实啦，恁阿爸吼嘛和你相共呢，讲话足含慢呢。啊，毋过啊，恁阿公互伊一种足神秘的勇气了后吼，哇，大变啊呢！你去看，伊迄早吼阿伯同学拢伫阿伯咧甲伊笑啦吼，有无？结奇结怪安尼甲伊笑，啊，到尾吼，恁阿爸大变勇士呢，足有勇气的呢。你看恁阿爸到尾吼，可以当猎到野猪啊吼，啊个了，人个有互伊一个了，迄叫做啥？勇士诶，勇士帽呢？阿东啊，你甲即个神秘的勇气早去。阿母，这足水的呢。问仔仔吼，你若需要勇气的时阵吼，你会甲这手安尼甲立起来，爱着互你勇气哦，知影无？知影。哇，猴子呢也很好奇，挺漂亮的，尤其是装在这个好美丽的一个小袋子里。3个好朋友高丽菜，哇，他们也非常的好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会给人家勇气？吃饱了后，阿母就把这神秘的勇气放伫阿东的书包里面。很多的动物，他的好朋友都很好奇，可是很奇怪哦。你有没有看到什么颜色的猫？它总是在睡觉。白色的。他好像不太关心阿东哦。那个我们的朋友也是这样，有的比较热情，有的就比较淡定了哈。迄个假日上课的时阵吼，老师就想讲，后节课吼，老师要点迄个同学起来练习无？老师，你有看到迄黑板写遐个字无？有哦。印尼啊嘛吼，印尼啊这几字爱会捌，佫会晓念吼。阿东伊是有够烦恼的呢，伊足烦恼老师叫着伊啊。老师想讲阿东昨表现得无好诶，今日佫给一个机会好啊。阿东，你来念给大家听。怎么是我啊？你看，同学又在做鬼脸了，想说看好戏。对啊，有这个草，嘿，阿东一想起来，阿母甲伊讲的话全部拢想起来啊！哇，大家同学，大家目睭都大咧呢！大家无法度相信讲，这敢是昨迄个大姐的阿东？哇，你看伊的同学偷偷对伊去学校佮伊拍扑啊！一直甲拍扑啊！讲阿东你也不要咬啊！同学毋是干那目睭都大咧呢，后尾你喙开啊！开啊！我看唔到去啊！哇，我们来欣赏这条路，这条路是让人觉得重生的路，这条路是让人觉得蜕变的路，也是一条让人觉得我就是开心，因为我突破了。你看阿东的身形，嘿，阿东呢还倒立，阿东看到他的高丽菜朋友还会耶，嘿嘿，哇，还有一点好玩，那个很淡定的朋友，你有没有看到什么颜色的？白色的那只猫。终于活过来了，终于活过来了，他终于也跟着阿东一样的开心了哈。阿东抱着阿母，心情足欢喜的。阿母，嘿勇气槽足厉害的呢。毋过吼，我讲的拢袂大只哦。毋过迄是啥物物件吼？你拍开看卖呀？这毋是咱兜门口口定定看到的草吗？
当诶，嘿，其实这就是咱一般小朋友讲的含羞草啦。哦，挨了，你看，你也需要勇气的时阵吼，伊就会甲你的歹势包起来，时间过，伊才会慢慢啊开啦吼。你会想讲这叫什么草对无？对啊。伫阿母的心目中，伊叫做阿公草，因为这是阿公迄个时阵，甲这个含羞草放伫地下内面，鼓励恁阿爸。恁阿爸到尾变咱部落的勇士哦，我嘛希望讲，当诶，这个阿公草，我就安尼传互你哦。阿公草，阿公草，给我勇气的阿公草，感谢你。哇，你看到伊高丽菜朋友嘛拢替欢喜哦，大家朋友替欢喜吼，这个故事足趣味的吼，伊会当规咱的门仔口的含羞草，变成帮助咱，互咱的日子逐日拢会得到勇气，得到帮助，得到有人甲咱支持的力量。现在呢，我要跟我们的雨辰老师来做一段小小的故事回顾的表演。好的。阿母啊阿母，我伫学校拢互同学欺负呢，同学拢讲我讲话含慢，搁会打字呢，要安怎啦？当诶，阿母知影你的意思啦。阿当。迄个阿母甲你讲，恁阿爸吼以前讲话嘛是做含慢的哦。真正哦。阿公吼，就互伊这个迄个阿公草，这阿公草足特别的。恁阿爸讲吼，伊也咧紧张啦吼，毋知要安怎吼，足惊讶的时阵吼，你甲顶一下，顶一了吼，哇！恁阿爸都闭节奏勇气的，哇！伊去部落吼，会当迄个拍山猪啦、山枪，啥物拢会当抓着呢，到尾佫着勇士帽哦。所以呢，阿母甲这交互你，紧张的时阵，咱就甲阿公草呢捏一下，感觉好哦。过工时阵，迄个阿当伊就去学校，老师讲昨天表现不好，再给你一次机会。我要安怎啦？我有阿母互我的阿公草，大家同学目睭都大蕊的，讲这个看唔对，嘴也开大，讲这个看唔对，这不是怎样呢？大字的，大家拢在拍婆啊！哇，伊的同学你敢知影？伊的好朋友跟上高丽菜。猴子、虎因嘛，伫人个窗仔我，你拍婆啊！阿母，哇，这个草足厉害呢！这是啥物草啊？哈？当诶，拍开。这毋是咱门口定看到的草？当诶，嘿，这就是咱一般小朋友讲的含羞草。毋过阿公家己缀伫迄个地仔内面。咱若歹势的时阵、紧张的时阵、害羞的时阵，咱就把这个害羞包起来，就释放勇气。所以呢，这就变成叫做阿公草。伊个阿公伊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伊家己的囝，我想伊也足欢喜。今仔日会当用来帮助伊的孙仔。阿当。你感觉讲，这个阿公草，你会想讲以后佫有啥物代志，你会紧张？你也咧紧张的时阵，你感觉你会当用到这个阿公草呢？我想看卖吼，我唔知影要讲啥话的时阵，我着顶一下，我着有勇气讲出来，佮有甲同学们。讲话的时阵，我嘛唔知要讲啥，我着顶一下，我着会当甲因开讲啊。其实这个阿公草，伊会当互咱的小朋友，
哦，咱会当做足侪代志哦。哦，譬如讲，咱感觉讲啊，这我袂晓，这我袂晓，你嘛会当伫你的学校，还是伫你的社区，找看敢有含羞草啊？有呢，你着家安尼摕一点嘛。你家己找一个袋啊，你该放的，啊，你会当互家己一寡勇气哦。我咧想讲啊，是咱迄个小学1年级的囡仔，一定和阿东相共。咱上学有足侪紧张的代志，紧张新朋友啊，搁有咧新老师，新的学校啊，搁有咧新的环境。哦，新的环境就是学校啦。哦，啊，所以呢，这拢会当互人感觉足惊讶的，吼。啊，毋过无要紧，逐项物件拢是用练习的哦，啊，练习1摆、2摆、3摆，你着变一个甲愈来愈有经验的囡仔。啊，最主要是啊，紧张就会当用家己，你会当做属于你家己的阿公草。对。我们的故事说完了，现在呢，秀妮导演跟雨辰老师，我们要用简单的对手戏方式把这个故事走一次。没错。阿东是1年啊的囡仔，老师叫起来念册本。同学，大家拢在笑呢，佮摕落字条啊，那个啃呢，讲，哎呀，你看伊袂晓，佮伫遐拍电动啊，无人要插伊啦，大家骹拢无人要插伊啦，哎哟，东感觉足艰苦的，伊就安尼，骹足沉重的，转去厝里，后壁伊的好朋友，你敢会记有啥物动物？哦，小猪啦，猴子啦，高丽菜啦，拢足伤心的。就陪安尼行倒去厝内面。阿母啊，我咧学校的时阵，同学们拢欺负我，拢讲我讲话含慢，搁大字啊，要安怎啦？乖当诶，阿母知影你的意思啦。我甲你讲哦，恁阿爸迄落嘛是和你相共呢。细汉的时阵讲话足含慢呢。恁阿公吼，互伊一个神秘的勇气。哇，迄个勇气了后，恁阿爸就无共啊。哦，即摆讲话就安尼聊聊啊讲清楚。搁有哦，伊袂晓的物件嘛要问人哦。讲话拢讲清楚啊，嘛听有。到尾足有勇气，足有方法学物件。到尾吼，伊去咱的山林内面吼。猎的猪啦，所有的什么小动物，什么拢做会到，到尾佮得到咱的勇士帽呢。是阿汤，阿母甲这个阿公草，这个神秘的物件互你。你加工去学校的时阵，人也紧张吼，你就甲伊接一个，就会当得到这个。勇气的神秘力量哦。安尼我知影。加工阿东伊去学校，老师想讲，昨表现无好，搁互一个机会。阿东上来，念一次。哪会搁是我啦？同学伫下底咧偷笑。我有阿母互我的勇气的阿公草。大家同学目睭都大了眼呢。大哥，这个哪变啊？这个阿东哪变啊？喙嘛开啊足大个，讲，哇，伊哪厉害？哇！大家拢一直去拍扑啊，窗仔口的了，这个小动物、小高丽菜，大家拢去拍扑啊。阿东伊行迄条路，迄条路。就比足无共的路，伊一边行，伊的手足快乐的，安尼，就迄落足有力的哦，心情足好，佫会当倒立咧，等下看到迄落动物朋友，佫会含动物朋友讲，耶，哇，
一等诶，传一个。阿母，这是虾米草啊？哪会这么厉害啊？哈！当诶，你有感觉讲，这个草，这个物件足特别？嘿啊，拍开。哦，好哦。嘿，这不是咱兜门口常常看到的草吗？一般小朋友咱拢叫伊含羞草。哦。迄阵阿公甲迄个咱的门口的含羞草，安尼滴一个，甲伊放伫地仔内面。阿公讲，咱逐个人拢有紧张的时阵，嘛有惊讶的时阵，吼。你落倒那像含羞草，你甲伊绑一个，你揪起来，咱甲即个揪起来，放伫地仔内面，咱就释放勇气。所以呢，我知影这是帮助恁阿爸的阿公草。今仔日呢，阿公一定做愿意，也变成帮助咱阿东仔的阿公草。阿公草，阿公草，予我勇气的阿公草，感谢你。咱的小朋友，你可以在你的社区，在你的学校，还有可能在公园，那你可以寻找这个含羞草的踪迹吗？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找一段含羞草，然后放在袋子里，然后为自己做一个阿公草。当你紧张的时候、害羞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有些经验不够，所以我们要交新朋友，还要面对新学期新老师，甚至有的要转学，有新学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试试看，把这个阿公草逮起来，然后把你的害羞放在里面，把你的勇气端出来。哇，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去让自己有新的勇气、新的学习哦。祝福你，我是曾秀玲老师，我是小雨老师，很高兴。把小手举起来，把小手摆一摆，说拜拜，拜拜，拜拜，手给我，拜拜。Hi, my love. Hi, darlings. Welcome back. I'm Sunny Girl Miss Cindy. 宝贝们，欢迎你们回来。我是阳光女孩 Cindy 老师。Today, we're going back to dance to my book,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今天 Cindy 老师又要回去跳我的书《阳光女孩的梦想世界》。很开心，这一本书里面的12首歌曲都有不一样的理念，正面理念跟大家分享。What I love about this book is, in the stories, there are 12 songs, and each song has a positive message to send to you. Today, 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s. 这一首歌今天呢是 Cindy 老师其中一首最爱的歌曲，它叫做《尽我们所能》，Do Our Best。当初 Cindy 老师会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希望每一个在外面的小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们，只要记住，第一名、第二名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所能，做好它，就已经很棒了。这个是比较好的 attitude. Okay? Remember, guys, when I wrote this song, what I care about is, for sure, when you put your whole heart out and just do your best, that's more important than trying to get number 1 place or number 2 places. That's not important in life. What's important is to start to the end and with your whole heart. That's all you need to know, and that's all you should care. All right, let's start with the dance now. 这首歌曲的间奏有一个动作，我们要从
脚开始。We're going to start with our legs. During the intro of the music, we're going to walk to the side, starting from our right. 1, 2, 3, 4. Do you see how I sway my body? 我们的身体又有摇摆了。往我们的左边，下一个动作，左脚出去。1, 2, 3, 4.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的左手往旁边放在前面握拳，然后把它拉 like this. So you're going to put your your left arm to the front, and you're going to pull your body while you walk to your right. Ready? 5, 6, 7, 8. Out and pull. Out and pull. Very good, everybody. 一样的动作 the same. We're going to go to the other side. 5, 6, 7, 8. Out and pull. Out and pull. Very good. 这就是我们间奏的动作. That's for our intro. Next, today we're just going to learn the verse. 今天我们只会学我们的主歌。声音老师先教英文的部分。Don't be afraid to do our best. 这一句就是说，不要害怕去做好我们自己。Working hard first. 先努力用功 ，then take a rest. 再去休息。OK？ 再来呢 ，finish your studies. 做好你的作业 ，then take a rest. 再来休息。另外呢，这一句对我来讲很重要 ，help with the chores， 帮助做家里的家事。很多人都需要帮忙的 ，everybody needs a little help, especially mommy and daddy。爸爸妈妈也需要我们帮忙的，所以协助做家事，然后我们再休息。最后呢 ，give it everything， 这是很重要的。give it everything 的意思就是全力以赴。No sweat 这句话在英文就是说，我可以的 ，No sweat，OK？ 好，森林老师现在教大家做我们动作，做完了我们就念一次，然后再来看影片咯。So for don't be afraid to do our best the verse 这个动作呢，我们会先从右脚开始，右脚跨过去 ，We're gonna crisscross， 后面起来。然后再回来，我先做快的动作 ，1 and 2。好，再一次慢的动作，我们的右脚往旁边 crisscross 前面 ，1 后面的脚跳起来就是我们的左脚，然后再往后移 back， 再来把我们的右脚换旁边了 ，OK？Same thing， 一样的动作 ，We're gonna do it to the other side now。现在换我们的另外一边，就是我们的右边 ，Ready？ 用我们的左脚 ，Here we go。1 and 2， 我做一次快的 ，1 and 2。有没有看到声音老师稍微跳起来 ？I'm kind of getting up。1 and 2， Very good。现在加手的动作，手的动作很简单。The hand movement is easy. We're going to put our hands into fist, crisscross 在前面。交叉在前面，然后放下，交叉放下。OK， 宝贝们，我们先从这一边开始喽。5, 6, 7, 8, 1, 2， 再来换边。3 and 4, 1 and 2, 3 and 4. Very good. 现在呢，森林老师念这个歌词。主歌慢一点，我们跟着动作一起做，跟着我做就好了，加油哈，尽你所能哦 ，Do your best. 5, 6, 7, 8. Don't be afraid to do our best. Working hard first, then take a rest. Don't be afraid to do our best. Finish your studies, then take a rest.Don't be afraid to do our best. Help with the chores, then take a rest. Don't be afraid to do our best.
Give it everything. No sweat. 宝贝们，你们都太棒了 ！Amazing job, everybody! I think you're ready to dance with the video. And just a quick announcement about that video. Cindy 老师很开心，当初拍阳光女孩的全部的影片，你们看到的小朋友们呢，都是很可爱的平山国小，在我们高雄的平山国小的小朋友哦，所以非常谢谢他们跟 Cindy 老师拍摄。I'm really, really happy out of all the Sunny Girls videos that you see. All the little kids are from the Pingsan Elementary School. And they have done such a great job dancing with Miss Cindy. So thank you so much, everybody. Now, let's go to the video.哇，听完故事，你是否觉得原来我们的故乡高雄藏着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啊？如果今天的故事地点你也曾经去过，甚至拍下美美的照片，别忘了上传到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网站，跟我们一起分享哦。嗨拜，张磊了。